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3篇，出埃及记第3章第16节到22节，第4章18节到20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到第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义人荣神。基督信仰的顺序，按照诫命来看，是应当要尽心、尽力、尽性爱主你的上帝。第二个，他说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将这个诫命再度浓缩了，成为荣神、义人。但是就新的诫命的结论来看，耶稣基督说：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。所以牧师今天将题目定为义人荣神，因为透过使人得益处来荣耀给上帝，这个是基督徒的呼召，这也是非常清楚的事了。基督徒遵守世界的掌权者，就表面上来看是矛盾的，是两难的。特别当我们遇到的是如同维尼这样的一个集权统治者，使人民陷落在没有人权、受压迫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如何的面对？这个教会基督徒需不需要站在公义上面来为弱势者发声呢？这种混淆的想法，其实是对于圣经教导不够清楚所造成的。因此，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一个问题。我们会从几个角度来切入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本身，他顺服体制。我们从他出生开始，他接受割礼，在圣殿里面献祭。12岁就跟着父母亲，按照这个犹太教的规定，他就前往了圣殿接受成年礼。再来第二个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要求，他要求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给祭司检查。耶稣基督他看见了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去让祭司检查你们吧。他们去的时候已经洁净了。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7章第14节的经文。第三个是耶稣基督的教导。我们知道该撒的归该撒，上帝的归上帝。圣经记载，耶稣对着那些人说：哪一个纳税用的银币给我看吧。他们就给他一个银币，耶稣就问他们说：这上面的像和名号是谁的？耶稣就回答说：是凯撒的。于是耶稣就对他们说：那么就把凯撒的东西归给凯撒，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十分的惊讶，就离开他走了。这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19节到22节的经文。再来，我们要从摩西的身上看到上帝的要求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上帝呼召了摩西成为他的代言人。上帝派他回到埃及去，解决的方法是尊重法老的权柄。虽然上帝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事，
但是上帝仍然要求摩西要按照国家法律权柄去和法老王协商。圣经这样记载说，我的子民会听从你对他们说的话，然后你要带以色列的领袖去见埃及王，对他说，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曾经向我们显现，现在请你准许我们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去，向上主我们的上帝献祭。我知道，除非我逼他，埃及王是不会放你们走的。但是我要用我的全能行各样的神迹，来惩罚以色列，来惩罚埃及，最后埃及王会让你们走。我要使埃及人尊敬你们，所以当我的子民离开那里的时候，他们不会空手离去。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女子要到邻居的家去，并且向埃及妇女索取金银首饰和衣服。以色列人要把这些东西给儿女穿戴，这样就把埃及人的财富带走了。其实若不是为了要尊重世界的王权，上帝早就可以自己出手来解决了，因为最终还是需要上帝来出手。彼得说，为了主的缘故，基督徒应当顺从人间的掌权者以及法律的规范。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注意的。第一，这是顺服上帝的旨意。再来就是，这是上帝要我们在世界上有好的行为，有好的见证。第三，这是生命的见证。若是基督徒连遵守法律都不愿意，那如何在世界上成为见证呢？第四，不要以自由来作为违背律法、行邪恶作为的遮盖之理由，很多人是这样做的。最后，为了要有美好的见证，敬畏上帝，我们就必须要尊敬君王，并且遵守法律。英文圣经 NIV 的翻译这样说道：Show proper respect to everyone。基督徒应当对每一个人表现出适当的尊敬，这当然包括了君王以及他所代表的法律。最后，牧师要举一个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例子。牧师在当兵的期间，曾经遇到长官想要挪用属下300多人的工作奖金，来作为他的公关基金。这一笔基金奖金呢，是由牧师经手所申请的。当然，我就是那一位被他要求要挪用这一笔资金的人。根据圣经的教导，我必须遵守他的命令，对吗？错，因为他虽然是我的长官，可是他并不是法律的代表者。所以我就告诉他说，报告长官，如果你坚持要挪用这一笔资金，你必须把我关起来。因为愚公，这是违法的事情；愚私
就我的信仰角度来讲，我绝对不能这样做，因为我是基督徒。后来我真的因为这件事情被他关了2次，但是也因为我的职务非常特殊，没有办法在短期间内被取代，所以2次都没有关满刑期，我就又被释放出来。后来他就不再坚持，但是我就告诉他说，在你的权限之下，请您授权给我，让我管理营区，彻底的执行禁止私下离营的命令，并且呢，能够为官兵增设福利社，贩售面食、点心、饮料等。此后，每个月所赚取的金额是他原本想要挪用的金额的2倍之上，并且是合法、合情、合理，又可以将营区管理得更有次序的一个双赢的策略。感谢主，牧师到了美国牧会的时候，曾经接到军中以前带过的部下所打来的电话，他告诉我说，因为在当兵那个时期所受到的影响，后来他出了社会，也受洗成为了基督徒。相信这就是圣经里面对于尊敬世界权柄以及法律要求的一个目的。这样的生活来展现我们的生命见证，来使人得益处，来荣耀上帝。诗篇23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亦无缺乏。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安静的水边。他使我心灵复苏，他照着应许导我走正路。纵使我走过阴森山谷，我也不怕灾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用杖领我，用棍护我。在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你待我如上宾，斟满我的杯。你的恩惠慈爱终身不离我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宇当中。感谢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仆人来服侍你，也来服侍人，使我们有福分透过使人得益处来荣耀上帝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